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。今仔日甲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廖爸，有几件代志我一直想无呢。阿翔因某得遮水，阿翔有啥物阁会介意谢心？这件代志你去问恁囝就知影啦。阮水某会毋信，讲哪有可能廖弟会知？我就问互伊看，廖弟，爸爸就答应买一个遮贵的模型互你，有啥物你阁抢迄个囡仔10几块的玩具啊？这我都无算过啊！baby， 天气遮热，骑机车也要拍死，咱来买车好无？哎呀，买车会倒了啦！我甲你讲，有钱去银行，生利息较稳当。伫这个时阵，这个所在，这个时间，这个气温，买车的少年的看到因行过来讲，我无同意你的想法。你毋买车，你的钱都会互银行借互别人买车。你去坐车，搁爱付人车钱呢？人搁摕你的钱去还车的贷款，然后有可能搁开车载恁女朋友去佚佗。毋拄好，最后结婚搁放贴仔互你，你以后就爱包红包互人呢。安尼，你讲这台车爱买无？我这无惨惨的买落，哪会使劲？小朋友，请记一个的说明：仰天长啸的意思。我知。毋是啦，是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这出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续订来看。廖迪 Camber 每礼拜暗时6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。